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咱认识今仔日的诗歌，第一首是《新圣诗》525首。咱做伙来读第一节歌词。愿为万民求主照顾，是阮逐国逐族。歌求故阮最爱乡土，祝福伫阮本国。请做伙来念一解。歌词调无共吼，是萧泰然老师做的乡土的调，咱做伙来念两解哦。第二节。我今祖先分布伫遮，亲祖踮遮徛起，愿做子孙也要伫遮保卫。第二节的调，吼，咱去唱第二节的调，去一解哈。愿尊祖先分布伫遮，亲祖踮遮徛起，愿做子孙也要伫遮保卫姜维汤饼。小可无共吼。这首歌真特别啦吼，咱第三节的歌词是，搁转来到大调是贝多芬做的圣诗吼，咱咧念的是爱想象吼，咱离天顶的敬拜吼，咱第三节吼，来做伙唱一解。愿后面的拄着真，古今变化。第四节，愿大家正做一体，三听拥护真理，自由是歌向亮无体，遍地大为欢喜。最后一节，万邦。望的主愿将本国交代伫你身手，求你保护是阮属乎，故当做阮拯救。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是威弗牧师吼。31岁是吼，声音就失败啊，无法度讲道吼，所以是用诗歌来表达咱对万民的关怀。啊，咱做伙念的是嘛是爱想讲咱今仔日台湾吼，遇到风灾啊、政治啊、社会啊、政治，啊，把咱的治安啊吼，咱的安全真侪危险吼，真侪困难啊，所以咱爱用这个诗歌来唱歌的是交托主，做伙来念。第一节甲第二节哈。愿为万民求主照顾，是阮大国大族，各求讨阮最爱乡土，祝福伫阮本国。愿敬祖先，愿敬祖先，分莫伫遮。祖踮遮徛起。
做子孙也要真正把为行。最后咱吟第5节。万邦的主愿将本国交代伫你身手，求你保护是阮属好，故当做阮拯救。来吟阿门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求圣神入伫阮的心，带阮来敬拜，嘛将阮的万民、阮的乡土交伫你的手里。阮安尼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，阿门。请继续闭万心。兄弟平安，请定定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。
你就明白要安怎敬畏上主，知要安怎认捌上帝，因为上主赐智慧、知捌甲聪明，拢对伊的喙出。伊为着正直的人结具真的智慧，保护行为端正的人，保守正直的人的路，保守对伊忠信的人的道路。请咱三国来吟圣诗，圣诗第525首。愿为万民求主照顾，请起立。这时，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慈悲听阮的爸上帝，感谢你保守阮每一个人的脚步，带领阮众人搁一摆来到主你的殿院。阮要准备心来聚会，要欢欢喜喜来朝见你，将重担交托伫你的面前，予主的爱来浇灌阮，伫敬拜中，伫祷告，伫祈祷，伫听叹道理的时，求你予阮得到把助，将你恩赐的福分带转去阮每一个人的厝内。主啊，顶礼拜风台扫过台湾、中南部、甲外岛地区，因为风台、大风、大雨，造成崩山、淹水、甲停电的灾情。求你怜悯拄着灾害受苦的人民，施恩帮助因早日恢复田园甲厝内的环境。主，你要看顾因，予因倚靠你来得到帮助。求你听阮的祈祷甲呼求，兴起搁较侪人来做伙来为台湾这块土地来祈祷。无论是实际天气的风雨，也是生命信仰内的风雨，求你拢带领阮度过，予阮伫逆境中得到智慧，听候主要为阮开路。
今仔日透过曲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互阮会当搁较明捌主你的道理。感谢你赐落美好的回忆，诚做芳芳的济，互阮喙内的祈祷伫心中搁较坚信。求你教示阮的祈祷，要按你的真理来行，并且互阮学习听候的功课。会当常常祈祷无灰心，将重担交托伫主你的手内。阮即时伫你的面前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即时来启应文第64篇，雅各书第1篇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转折引起的影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知。因为人的死去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所以着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。着实行道理。简单听道理，无去实行的人，家己详细看了后，一个离开。毋过有伫详细查考，互人得到自由，迄个完整的律法，阁有伫坚守的人。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。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，是伫欺骗家己。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。对爸上帝看起来，遵守上帝的话。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记载伫箴言第9章第10节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捌迄位至圣的上帝，就是聪明。罗马假无要害人，伊的喙唇亲像伫倒的火。歪曲是非的人，四界制造纷争；咬訛话的人，互亲密的朋友变面。讲话合宜，亲像金苹果放伫银盘。以上。煞接圣歌队要来赞美，请圣歌队。
我对伊的歌声献礼主的殿堂，愿主干立。这时正道，咱请曲牧师，伊要讲的题目是“字字真言，字字真言”。公教会众兄弟姊妹平安。感谢上帝恩，通过文字奉献，的主日，当来遮，甲众兄弟姊妹三角敬拜，三角学乐，也三角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今仔日几处的经文讲到真言的教训啦。讲到真言，大多数的人真容易来联想两个字，叫做智慧。不过，真言所讲的智慧，它毋是亲像民间，或者是讲咱一般的即个言论，讲即个趋吉避凶的即个言论啦，吼。趋吉避凶，这四个字较亲像追求个人的利益，或者是讲好处安尼的方向来思考。如果圣经的道理干那是啦，吼，牧师讲的即个意思就讲，即个范围真细，干那是讲你追求个人的利益甲好处。牧师讲，这真无参像。你看历史历代，信主的人、读圣经的人，真侪拢爱赔命呢。颠倒毋是趋吉避凶呢，颠倒是圣经愈读愈明，煞如何家己处伫一个较紧张，或者是讲较冲突，或者是讲会丧失性命的环境呢？安尼会使简单讲啦，吼。智慧、甲认捌上帝、甲传扬福音有关系啦。对咱的信仰来看，对这部分较有关系啦，较无参像讲追求个人的这个成功，或者是讲个人的好处啦。除了这个真言所讲的智慧，也较无参像，干那是讲教人做善事，一种道德伦理的生活参考尔尔。真言所讲的智慧，嘛毋是人所追求的哲学，或者是科学、常识，或者是学习各种的专长的知识。讲到这，可能大家心内有疑问，无智慧到底是啥物呢？这个拢无参像，真言所讲的。伫咱所引用的经文，这个智慧有搁较悬的一个赞处的一个意义，乃是对这个其中看出上帝所启示伊的话语的这个旨意。要引带人追求智慧的源头，咱讲真言是爱咱来追求智慧，这个更较悬的意义，更较深的一个意思是讲，爱追求这个智慧的源头，对上帝所来。简单讲，就是追求上帝啦，这是真言所讲的智慧。安尼的智慧需要来鼓励一个人，会当对各方面来学习，或者是训练、研究，得到各种的财物、才能。这款的咧，在咱生活上不难体会啦。受教育是嘛，知识嘛。我想在座有伫社会上有成就，或者是讲有领导力，或者是某一个专业有真突出的一个所在，这是知识，这是你的专长嘛。但是牧师要问讲，
这个甲认捌上帝，敢有必然的关系？这个知识、这个尊重，甲你相信上帝，敢有必然的关系？有人讲有，有人可能还搁咧想，牧师无讲无啦。我要讲，我要问的是，敢有必然的关系？真侪科学家是无神论的哦，北韩这个科学家，这个核子武器、核子动能做起来，你若无神论，你会用这个去杀人呢？这拢是有尊重的呢，而且是高科技分子呢。牧师无绝对的答案，总是要互咱来想啦。咱所处的世界有百种、千百种的专业知识，但是这个牧师要讲，无一定甲你认捌上帝，你相信上帝有必然的关系。搁要记一个呢，如果一个无受过什么款的教育，甚至毋捌几个字的人，就算讲伊无受过什么教育，或者是专业的训练，但是伊却会当伫人生的过程，体会到一位更真、更晚的神，又搁承认这位神是家己性命的拯救，然后对这产生信心、产生敬虔的信仰。安尼是毋是智慧？是毋是较亲像真言所讲的智慧？有啦吼。进前就几个月前，有一个朋友招我去爬即个石门山，第一石门水库。我较无要讲即个山好爬啊歹爬吼，风景安怎？即个朋友开特斯拉载我去，我带阮妈妈去。因迄阵呢较少年，真容易，真紧就爬上山。阮行无几步路，就伫下骹公伫遐休困。徛咧，等了几点钟过去啊，骹嘛酸啊，日头阁大，所以阮就想讲，我就想讲带妈妈，妈妈80-90岁啊，伊需要休困休息。阁找无所在，人个坐了，想讲先行去迄个电动车的边仔，来等待因看毋茫因较紧的。我就敲电话，无恁是定是要转来安尼啦吼。阮等遮骹足酸的，无想到讲话讲完尔，迄电动车的门就开起来，互我惊一跳呢。人未看到，迄门就开起来，煞哩讲会当入去。冷气就拍开，哇！阁会当坐落，阁会当摕落，真爽快安尼。我要请问，这个会晓使用高科技、种 AI 的时代，这个人，我的朋友有智慧无？即马较毋敢讲，有人讲有个人咧想，甲牧师讲的这个真言的这个智慧有相像无？伊足够操纵呢。我伫遐怀疑我真正是惊一跳我阁活伫20世纪未到21世纪。我想讲，什么灵呢？遮强大安尼？这是到底是圣灵，还是即个邪灵安尼会当开即个电动车的车门，阁会当家己伫遐发动安尼？我伫遐想，苦想，这是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？安尼我有智慧无？可能较毋敢讲牧师无智慧啦，这是礼貌性啦，可能我较无智慧的款啦，我实在要讲啦，这个无必然啦，甲咱真言所讲的这个追求的智慧有绝对的关系。总是你通过什么款的路径，会当去认捌、相信、倚靠上帝。这就是智慧的路啦。我毋是讲我的朋友无智慧，我嘛毋是讲我较有智慧。
我是讲，这个无必然啦，咱需要对真言所教导的，搁进一步去思考，到底圣经讲的智慧是什么款的智慧啦？基督教的信仰对咱讲，既然是上帝，上帝就拥有完全的这个智慧。人需要认捌伊、敬畏伊，搁遵行伊的旨意，这是祈求智慧的道路。人自然若找到这个智慧的源头，咱就讲，你的性命自然就会行出圣洁、公义、怜悯、良善这的等等，咱讲活出上帝创造美好的形象啦。安尼根本之道，是东港歌放的啦吼。安尼我是毋是会当甲东港打一个拍示？我若比一个箭头，啊，就歌后一张 PPT 安尼啦吼。话搁倒转来，安尼根本之道就亲像咱读的第一句的这个经文，箴言第9章第10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啦。换一句话讲，智慧的目的，你追求智慧，我嘛追求智慧。智慧对信主的人来讲，有一个真重要、袂当欠缺的目的，就是爱互人会当敬畏上帝啦。如果你家财万贯，若毋知影人敬畏上帝，这可能甲智慧无什么关系哦。如果你善享你弱势，但是你在困难的环境当中，你知影人要敬畏上帝，这有参像智慧哦。对箴言的册卷，这个基本的认识了后，我伫遮要继续来这个延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。这个概念，咱来看另外一段经文，第16章27节、28节的所在，这是有关警告还是教训的这个经文。作者，这个智慧的作者，伫遐指出无适当的言论造成的这个影响力。咱来看后一张的投影片吼，我将3种的翻译本拢甲写出来啊吼。和合本写匪徒，咱的书咧读龙魔啦吼，这可能是对和合本直接翻译过来吼。无共款的版本伫遐对照，是要互咱知影讲，什么款所讲出的话是对你无利益、会伤害人的话啦吼。第一个，伊翻译是匪徒吼，较参像龙魔；第二个是无路用的人，这是台语的用语啦吼。咱啊不需要有听到人咧骂人，还是讲咱嘛捌骂过人啊？无小心骂过人，你无路用啦。哦，这个无路用的人，意思就是讲，毋是消极的，甲你无干涉，乃是对你有伤害的啦，迄是无路用的人的意思啦吼。过来。这个现代中文译本讲无赖汉啦，吼，咱讲的、做的拢无负责任啦，说了不负责任，那就无赖汉啦。对这种3种版本的翻译，看起来咱会当家整理做讲，就亲像匪徒、无赖的，或者是无路用的人，要陷害你的人，伊所讲的话。就亲像会共烧的这个火，伫遐来伤害人啦。28节继续出现乖僻，或者是讲学话的人啦，吼，台语讲学话的人啦，这个学话的人，国语听可能较无啥物款的副作用的，这个咱讲负面的这个意思啦，吼。但是
对圣经的解说翻译起来，即个乖僻啊，甲訛话，即个是讲危言耸听、搬弄是非啦。安尼看起来，代志就大条啦。哦，不只是甲你无干涉，是会破坏人甲人的关系，或者是引起混乱的遮的言语啦。所以自古以来有一句话讲，华语讲“一言兴邦”，啊，一言怎样会丧邦呢？一句对的话会互国家兴起来，一句唔对的话，甚至互一个国家行对灭亡的道路。话讲出去是毋是合理？伫现今网络的时代，安尼影响力除了快、佮深以外，伊的特点是啥？速度紧啦。较早的社会要传话，就我传互你，啊，你佮传互另外一个人，啊，佮传落，吼，安尼传真慢啦。加看报纸有较紧啦。即马网络的时代，不止快、佮深、佮紧啦，哦，咱讲佮紧啦。如果一句话若讲了毋对，或者是讲通过网络，迄个网络的速度的传播，如果若是正面的，咱讲迄个影响力是好的；如果是负面的，迄个影响力可能会互人来丧失一个性命。有一份儿童福利联盟所调查，现今伫台湾儿童青少年的一个调查，迄个调查的报告讲有七成，将近要7成半的人认为网络的霸凌这个情形真严重啦。尤其有9成以上是伫社群的网站啊，譬如讲这个 FB， 譬如讲这个 IG 等等。现代社会流传一句话叫做“键盘杀人”啊，我毋知影恁捌听过无？一个咧，前农委会彭作奎的查某囝，伊嘛是网络知名的一个人物，但是伊伫网络，咱讲网络的酸民啦吼，干那留言。你遮个人原本拢毋捌见过面，甚至啦无熟悉伊，因为安尼压力大甲会当互伊家己来轻生啦。这是一个事实。对人来讲是安尼，对社会来讲可能就更较大的混乱。对国际来讲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，咱实在是真难。对人所讲的言语来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对于我所分享的这个，咱会通来整理，无讲害人的话，一般的人拢会当接受安尼的认办啦吼。但是另外一面，也有安尼的讲法，对的话。若是伫毋对的时间来讲，或者是原本你对的话，毋对的人来讲，安尼效果有限，这咱会当理解。不止有限，甚至是对的话，煞造成对人或者是对团体一个歹的结果，嘛是有可能啦吼。如何用一句话，用达款的言语，或者是讲文字，来造就人，不止毋是讲伤害人的话，颠倒是讲造就对人有信仰、有帮助的话，这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了后，这个箴言的作者。用真多的这个篇幅伫遐讲话爱怎样来讲啦吼？
咱来看一段的对话，后一张的投影片。咱用启用的方式，甲牧师来启用啦吼。我来讲 A， 咱来用华语来对话。因为我无甲翻做台语啦吼，咱用华语来对话。请投影片的同工才看我的手势安尼吼。来，请哦，太好了！我期待很久的日子终于来临了。不，你想都别想。当然，一定会的。不会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当然了，绝不可能只有一次，永远不可能。好，来，搁去。即马换倒转来，我讲 B， 恁讲 A， 无问题啦吼。开始咯。来，我先讲 B。Sorry， 我先讲 B， 恁讲 A， 来咯，你会背叛我吗？你爱我吗？哇，愈来愈产生进入那个情境了哈。我可以反悔吗？好，各有顶一张无？歹势，应该是对下骹啦吼。咱搁一摆啦吼，同款的字对头念落来，还是对尾念去，完全无同的意思啦吼。我真心愿意相信你，来，你有可能打我吗？你可以吻我吗？搁去，你会背叛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我可以反悔吗？你跟你旁边人有这种感觉的，不敢举手啦，绝对唔敢啦吼。但是这个话对头念对尾念，完全无同意思以外啦吼。我咧摇啦，可能真实藏伫咱的人际关系当中啦，可能啦。咱讲教会或者较单纯一寡，但是你身边的这个朋友有这个对尾啊念去的情形无？有啦，咱毋是井底之蛙嘛，咱毋是干那封闭伫这个小小的团体嘛。可能咱的朋友，可能咱的至亲，也有安尼一个情形啦，对尾啊念到头的啦，吼。这是一个体会体验，看以上的对话，你可能会心一笑啦吼。但事实上，互咱看清楚话啊，人拢会晓讲，但是如何将这个话文字给组起来，伫合伊的时阵来表达出来，和言语帮助人，安尼看起来。并唔是这么简单啦吼！如果话凊彩讲，就会当造就人，安尼伫现代社会就袂有需要愈来愈多社工，或者是专业的辅导、心理咨商的这人员，因必须要通过一定的一个训练，特别是帮助人。一个讲话的训练，如果话若凊彩讲，就会通。这个社会袂混乱，这个社会嘛袂有愈来愈多需要专业训练来协助人。这个讲话的训练，咱再来看后一张的投影片吼，搁后一张，这两句。屡战屡败，我若知影你当咧拍拼，当咧做一项事，你就屡战屡败，你感想安怎？是不是比较没有希望啊？反正我都屡战屡败了嘛。你若咧进行一个任务、一个挑战，屡败屡战，
哇塞，安尼感觉较有人去用鼓励起来。爱迪生听讲啦吼，伊10万试验超过1万摆的即个试验，较知影讲电火安怎倒去，伊安怎讲？我是知影有9999个袂当通电的方法啦，屡败屡战啊！这是屡败屡战的即个会当激励人的即个勇武啊！看起来，字家调换，短短4个字尔，却会当产生真大的无同的一个意义啦吼。用同款一段文字还是一段的话来呈现人的意思，当正个顺序向调换以后，会变成完全无同的一个意思。后一句有搁较长的即个练习啦吼，咱来看后一张的投影片。好，咱做伙来读啦吼。设使你感想一下，设使你即马当咧对一个人来讲话。哦，你正对一个人在讲话，是有对象的。好，我们试着去感受，来用华语来读。这个人安怎？和你教的这个人安怎？怎么跟你再见啦？我对你实在是没信心。一个老师，一个教练，那对伊的学生安尼讲，哇！那真的就笨了，哦，可能有希望嘛，无希望啊。同款这个字，咱搁家定来斗一届，来后一张，来，咱搁来试感想一下，来，请。同款的字，无同款的所在，家放伫无同款的所在，产生完全无同的一个意义。怎样使用语言？如果你若使用无适当，互一个充满希望的人来实际；如果你若会当用适当的语言，伫适当的所在，用伫适当的人的身上，伫无希望的身上。你也会看到希望、信心出现伫即个人的身上。讲话爱讲实话，但是咱也爱注意啦吼。怎样来讲？怎样将这字字句句斗起来，变做一个好话、实话，啊，搁爱有好话啦，特别。是伫信仰的团体，伫教会之中，因为人甲人真近的接触，如果一句话本来好的意思，煞伫毋对的时间、毋对的所在来讲，或者是讲的方式，这字字句句斗无好的时阵，就算你的动机是好啦吼，这是我牧师亲身的体验。真侪人有好的动机。伊真想要甲人讲真实的话，总是这字字句句斗无真水的时阵，好话就变做人信仰阻碍的话啦。吼，这是我真实的一个体会。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，真正的教导，帮助人认捌智慧，敬畏上帝。如果咱的话亲像火咧烧，亲像即个智慧者的一个警告，是玩弄是非，安尼不只是伤害家己啦，不只是伤害人啦。对真言的智慧作者来讲，当你讲无适当的话，可能是伤害人甲上帝的关系。哇，安尼代志大条呢。哦，咱袂当讲信仰是你自由呢，你选的是安尼，我选的甲我无干涉。
咱可能袂当推卸安尼责任呢？真诶，作者讲智慧是讲适当诶话来帮助人认捌上帝、敬畏上帝，这是智慧。咱来看后一张诶投影片，愿咱会当锻炼家己啦，来讲合宜诶话，造就兄弟姊妹，造就同工，建立好诶关系，甲合一诶肢体。祝福每一人所讲诶，咱讲字字真言啦，这是要带来互大家祝福。最后，我对信息的结论：愿咱所讲出的话，字字真言，是引带人认捌智慧、敬畏上帝的字字真言。对今仔日的信息来讲，无论是用话、语言来认捌智慧，有智慧，咱拢知语言也是文字一种的形式啦。分享到这，要倒转到来到这，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任务啦。代表教会广播社，甲兄弟姊妹来请安以外，也来拜托报告，咱关心教会广播社的需要，三甲来带导奉献。这个文字时间的奉献之一，我要分享广播社的一个信念：话、语言、文字会当伫人的心种了信仰的种子，不嘅结果，搁再落地生根啦。信仰文字有安尼力量，会当互信仰不断来循环落去。总是我嘛要分享，文字会家己走出来无？袂嘛，我心内有话无讲出来，嘛无人知嘛。文字袂家己走出来，需要有人伫遐努力拍拼，伫遐写作，伫遐出版，安尼阁无够，阁努力伫遐传播啦吼。伫现今的时代，报纸纸量减少了后，特别是网络的媒体，广播社也无欠少伫即块来努力，也有看见。咱若无拍拼、无努力，其他的宗教、任何的声音，拢会通过安尼管道大量来人来放送。做文艺时间，我也要分享。常常是一条肃穆的道路啦。试想一个作者，伊若有心中有真大的感动，伊若内心澎湃汹涌，领受着什么款上帝的意思，总是伊要通过文字到你目睭前看过，有人知无？无啦。你若想启示录，迄个老约翰伫拔摩岛要写这个册时，内心一定受圣神真大的感动啊！伊的心、伊的生命可能伫遐翻腾搅扰啊。但是无变成文字的时阵，有人知无？甚至伊将伊所体会上帝互伊感动变成文字的时阵，这条路敢有人知？应该是无啦，照我的体会，应该是无人知啦，作者通常爱挑灯夜战啦，伫遐思考，伫遐不断写、不断修，看什么款的字上适合放伫什么款的所在，变做造就人的话语啦。所以我要讲，出版是一个寂寞之路啦。又搁出版需要袂少的经费，广播社当年拢差不多有5000万，需要通过正教会的关心奉献
来完成。毋忘咱的关心大岛，虽然出版是一条寂寞之路啦，但是因为有恁，不会孤单啦。哦，这是我要强调的。毋忘安尼信息，上帝来感动你。我也爱分享一个概念：教会存在的目的，就是传扬上帝的话，传福音嘛，真简单。咱伫公教会伫遮组织，咱伫遮传福音，互咱身边的人来认捌、来了解。总是山顶的咧，海边的咧，弱势团体的所在咧，咱的脚可能走袂到遐，咱的手可能无够长，无法度一时马上到伫遐欠客人的身边，袂要紧。咱交代教会广播社来努力拍拼安尼的事。我真意爱分享安尼的一个概念。咱的手无够长，咱的脚走袂到，咱交广播社来做。愿福音继续伫台湾任何的角落，即个土地上产生力量，和更较侪人来认捌上帝，甲咱做伙来敬拜迄个创造的主上帝，和咱的话语成做字字真言，来荣耀上帝的名，做伙来祈祷。感谢圣神的引带，也是真理的神。通过真理的神，互阮认捌上帝爱阮追求的智慧是怎样的智慧。总是阮的肉体常常会软者，阮以为社会的知识、才会尊重、才会财目，就是一切。主啊！伫即个世代，特别伫即个科技网络真发达的世代，你互阮看清楚，伫遮的中间如何来分辨，是引带人认捌智慧源头的上帝。求主你将安尼的智慧放伫阮的心里，放伫阮的性命，互阮会当时时刻刻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，成做阮追求上帝的这个信念。愿咱的信念也帮助阮行出行动，互众人互阮所传讲的，成做字字的真言，来帮助人敬畏上帝。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感谢曲牧师带来字字真言的信息甲勉励。这时来唱回应诗，圣诗第195首。我的心是土地，请起立。我
请奉献的同工。请起立，唱奉献诗。主啊，你是搁真搁我的上帝，求主你将智慧放伫阮的心内，嘛求主你来接纳阮的奉献，互阮的信心日日进步，言语充满智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即时来报告，请文进长老。OK， 好，兄弟大家平安。咱真欢喜，伫每一个主日拢会当看到你。毋望咱将这放伫你的心内，在你的厝边讲，真欢喜伫主日看到你。抑搁伫网络顶悬呢，有7个人，拜托你紧转来，实体温度较悬，吼。参加实体的礼拜，温度较悬。好啊，咱来多谢区世英牧师，吼，咱伊代表广播社来带咱请安，啊，直接甲咱做真好的分享。区牧师也伫头份的时阵要办离开，要去山脚教会是中华派我去干教啦，搁另外一个牧师安尼。啊，伊咧讲，伊问我讲啊，你倒位来？我讲我公园。伊讲阮的前辈拢伫公园。伊我拄则来确认啦吼。我对今仔日咱教会30周年的顶面吼，有一个叫区阿日，吼，长老吼，是区世英牧师的阿公啦，吼。所以咱明年的70周年哦，一定要邀请区世英牧师，因为咱过去60周年咱无当邀请到啦吼，这个是歹势。哦，真欢迎啦吼，咱算做公园教会早前有若属于迄个开拓的迄个区阿日长老，伊后一代来到咱遮参加分享，
咱真欢喜。吼，好，感谢上帝迄个圣神的带领，互咱会当一只个熟悉。吼，啊，过来，咱要感谢今仔日新的朋友汪月娇，伊对新北市5股丢了教会来，吼。目前住伫大地文章啦，吼，大块文章啦，讲台语大家听无，大地是安怎偌大地？是大块文章。OK， 好，咱教会今日牧师去启信，啊，罗牧师去就是去区西牧师牧会教会、三峡教会安尼吼，互相交换讲台哈。第二个部分小会伫7月初5、2月，咱今年的野外礼拜定伫11月初2要去西潭，哦，西潭教会是甚物人创立的？有人唔知无？哦，马街吼，就是马街亲自为海边的新港行山路，行去到西潭。哦，咱若有兴趣的时阵，即摆时阵咱去行的时阵吼。咱伫行的时阵，咱就感觉好，啊那遐热吼，啊无就遐寒，啊那无好好的路互咱行吼，啊150几年前马街行过的路，咱来行看卖啦吼，吼，美生长老安排咱去行一地啊就好啦吼，因为行伤远吼，可能咱这个时代的人袂堪得吼，袂堪得吼。所以，咱来体会马街牧师伫遐咧传道迄款的辛苦，咱来倒来体会，咱咧即个时阵真正拢加足舒适的啦吼，咱即摆即个时代加足舒适的。啊，感谢上帝的带领甲保守，互咱会当一路有到即个年纪，还佫会当来西南教会甲因三甲组织，吼。即个礼拜组会做好的安排，其他教会小组长，有若需要来斗相共，毋忙，你若受到拜托的时，莫提时，哦，莫提时，哦。另外，就是咱8、9楼即个主堂，即个顶礼拜有小可讲过吼，即个原则上舞台会先处理吼，舞台会先处理，毋忙咱大家把即个事放伫咱的心内。为着这个事会当顺利进行来祈祷，多谢大家平安。我继续来报告第3点。上年团契本周拜六7月19，要前往嘉义文化中心音乐厅参加总会宣告160周年诗歌欣赏的音乐会。请主保守因迄天行程平安。过来8月3号父亲节感恩礼拜，邀请马永玲老师来讲道，伫家庭中塑造主门徒。下晡12点45分到2点45分，2点钟的时间。迄个主理是马永玲交梁万华老师。过来，门徒培育组要开办圣经速读班，老师是小杨长老，有定8月开始，每周礼拜2的暗时7点半，伫教会7楼。有意爱的会友，请燕平执事还是新白长老来报名。第6点，文图培育组的消息，咱请瑞林长老来补充。兄弟姊妹平安。我代替文图培育组来报告，教会要来推动一个从怀疑到相信的课程，这个是一个线上课程，然后
咱兄弟姊妹敢有想讲哦，要来传福音吼，像拄仔牧师甲咱勉励吼，咱教会上重要就是爱传福音吼。但是咱常常咧传福音的时阵，咱要甲咱的亲友传福音吼，敢若安尼不得要领呐吼。所以呢，即个课程就是讲吼，伊会学你一个吼逐字稿，就是拢全部拢你甲照来念就会使啊。迄个一个师母吼，伊是路德教派的师母啦吼，叫做陈玛丽师母吼，伊用即个教材吼，伊传福音还100外人吼，拢信主安尼吼，伊的效果真好，毋过每一种传福音的方法拢有优缺点啦吼，所以呢，即个课程赖牧师甲我吼，拢有去参加过实体课程吼。今年因为伊的实体课程伫台南啦吼，所以呢，咱就来参加即个线上的吼，欢迎兄弟姊妹来报名吼。我有放一个 QR code 吼，伫楼骹旧部的边啊，吼，逐个若要报名会使扫描。伊爱7月21号以前吼来报名吼，才有优惠啦吼，就是1990块吼，咱教会补助1000块吼，这里后会拢已经通过吼，就是大家吼需要来甲11月吼有8届的基础课，甲3届的装备课吼，就是拜1到拜3的永暗。7点半到9点45，装备课是差不多到10点啦吼。等于讲，你爱付出一个代价吼，就是爱甲即个时间吼，甲排出来吼。这是免实体课，我以前去上课是去台北吼，每礼拜拢去台北上吼，所以迄真辛苦吼。你袂使缺课，你若缺课，伊无爱互你过吼。所以咧，这吼，就是总共差不多就是讲，你爱甲11月份的礼拜1到礼拜3甲排出来啦，永暗的时间甲排出来吼。线上用准上课吼，做歹势因为伊无台语啦，吼，伊敢若有华语吼，阁有英文的教材吼，所以你若有亲友，譬如讲伊若住在美国，住在爱尔兰吼，像我看到迄个耀正吼，伊为爱尔兰转来吼。吼你若有朋友伫爱尔兰，伊若愿意上吼，你会使请伊派吼，咱的兄弟姊妹去甲伊上吼。所以有人就因为安尼吼，就信主啊，吼。伊即个课程真特别啦，吼，我是感觉伊的效果袂歹，吼，所以欢迎大家来报名吼。你若毋知影要安怎用的吼，你会使来找我，吼。以上，谢谢。煞车有几项课程，Good TV 教会 AI 实战营会报名，交本主日下晡12点半基要真理课程，你认识耶稣吗？讲员是罗茂荣弟兄，过来有台湾新学院下期的课程是要上罗马书，这会场才家己看就会使。过来青少年家长读书会，这个也是请那个会友自行参加。那上周的圣礼点，陪参者，台语礼拜有90名，华语礼拜有57名。过来具体的消息，下周主日台语礼拜伫1楼，台语礼拜了伫1楼举行欢送会。耀正执事伫爱尔兰工作，7月24，规家要移民到爱尔兰。本会中龄姐妹受派寿山中会
复兴教会，敦雅神学生受派伫客家宣教中心龙潭教会，两个人拢要伫8月初赴任。过来，杨玉萍姐妹7月初4平安生一个查某囝，恭喜，愿上帝祝福。来唱祝福车建的诗歌，圣诗401首。吟诗说，请牧师祝祷。愿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一完全的主上帝施恩祝福保护恁，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倒。